大家各位早晨啊，各位好啊！歡迎嚟到出席我哋本公司嘅股東特別大會。本人係公司主席陳家明。咁根據公司組織嘅細則第63條咁去出席呢個大會嘅主席。現在開會時間到啦。咁而出席嘅股東人數應該達到法定人數。本人宣布今日嘅會議正式開始。本大會喺公司嘅通告裏邊刊載咗本公司喺2012年嘅1月5日就寄咗俾各位嘅股東嘅通函裏邊嘅第30至到第32頁裏邊該通告就已經係列出咗大會將要處理嘅決議案。根據上市公司嘅規則提請本大會嘅議案需要以一股一票嘅點票方式進行投票。咁而監票同埋點票嘅工作由本公司嘅股份過戶登記分處卓佳亞柏勤有限公司去負責嘅。現在先請我哋公司秘書嘅代表向大家解釋一下投票嘅程序同埋規則，咁以供各位股東參考嘅。多謝主席。以下係公司組織章細則內所載嘅投票規則。第一，每位出席及有權投票嘅股東或者佢所正式委派嘅代表，就該股東所持有嘅每股繳足股份有1票投票權。凡有權投1票以上嘅人士，無需將所有票數投票，亦無需用同一個方式投票。亦即係話，股東不一定要把票數全部投贊成，或者全部投反對。第二，如果有權投票嘅股份係超過1位股東共同持有，亦即係聯名股東，咁樣任何1位聯名股東都可以投票。但係如果超過1位聯名股東或佢嘅代表出席大會及投票，咁大會只會接受聯名股東中喺股東名冊上排名比較先嘅1位投票。第三，如果要反對任何人士嘅投票資格或者票數嘅計算，必須喺本大會上提出。相信每位股東或者股東代表已經有一張印有本大會2項議案嘅投票表格。如果未有嘅，請舉手。咁請各位喺填寫表格前小心核對股東資料同埋股份數目。喺本大會嘅每項議案獲得動議同埋和議之後，請有權投票嘅股東或者股東代表喺投票表格上該項議案嘅贊成或反對方格內填上剔號。如果你只係想將一部分嘅股份用作投票，請喺有關議案嘅贊成或者反對方格內填上用作投票嘅股份數目。如果你對議案並無作出投票指示，就會被當作為放棄投票權。喺完成對2項議案投票後，請喺投票表格嘅下方簽名，並交回在場嘅監票員，以進行點票。各位對投票事項有任何疑問嘅，可以向監票員查詢。咁請問各位對投票規則同埋程序有冇問題？我有一個問題。係。你係公司秘書代表嘛？係。公司嘅秘書係邊位？點解今日唔出席？公司秘書係 Kim Chan， 咁佢今日有啲事，咁所以就揾咗我做代表嚟出席嘅。OK， 我想問主席，今日嘅話公司有邊位董事除咗你之外，有邊位董事出席嘅？有一位董事嚟緊。係。譚生。譚生。嚟緊。OK，我知道律師有啲嘢做。律師，你幫我遞啲嘢俾佢哋。有封信想交俾你哋，因為其實尋日就想派俾你，但係就4點幾嘅時候，你哋公司冇人，咁我直接交俾主席。4點幾冇人？係啊，4點幾你冇人嘅。間公司正話上嚟都覺得奇怪嘅。公司董事而家有我啱啱唔知有冇之後加到咧，有成700個人，又有咁多個你哋所講嘅 salary 嘅話咧，嗰個 payroll 咁多人。點解琴日3、4點鐘上嚟嘅話咧，公司冇開門嘅？今朝上到嚟嘅話咧，都見唔到有幾多人同事翻工。究竟上嚟你有冇確保話啲同事係受薪同事全部翻工嘅，有做嘢嘅？我諗呢一個問題
我哋公司內部當然係會有啦。咁至於你琴日4點幾，因為好坦白，當日琴日我都唔喺公司。咁如果你有對公司有啲咩疑問嘅話，咁或者可以寫封信嚟，咁我哋第日再正式回答你啦。好嘅。係啦，因為我都要了解下件事先。咁你琴日不如咁樣有就要你知嘅，你琴日你係唔喺公司？我係唔喺公司。咁啊，你有咩而家你公司有咩方法係確保？譬如有投資者有股東上嚟嘅話，想了解公司嘅嘢，或者有投訴好，或者有啲帶個 project 俾公司揾錢好，有人可以去公司開咗門嘅話，琴日公司係咪公司嘅假期嚟嘅？琴日唔係。OK， 琴日唔係公司嘅假期。公司琴日唔係假期，但係咧喺一個正常香港嘅 business hour 嘅話咧，即係我 assume 係5點鐘之前咧，4點鐘到嘅話有人派信上嚟嘅話咧，居然公司係冇人接嘅。或者咁啦，我哋了解過之後再係咯，你 send 翻封信嚟，咁我哋再書面回答啊，因為都要了解下。哇！咁樣但係只單到嚟講，你今日都唔知呢個點解公司冇人？我諗我哋要詳細佢要了解下再覆翻。佢話要了解下。你呢一分鐘你唔知啊？即係你都要了解。我諗正常都應該要了解，然之後再覆翻你會比較合適少少啦。唔好意思啊，我想啲即係我哋股東都認識下你。睇下啲董事係邊個打邊個啫。阿陳生。轉得咁快。陳家明先生今日喺度。哎呀，陳忠強先生已經唔喺度啦。係，佢已經陳忠強先生今日仲有冇喺公司有任何嘅 executive function？ 佢冇 executive function， 但係有個operation function， 就係公司嘅 VP 叫咩 ？Vice President。話即係唔做董事，都仲係公司受緊薪。冇錯。都仲係有屋企。唔做董事都有人工。OK， 咁我仲問埋咧，我啱啱就阿 Kim Chan 嘅話咧，佢仲係佢嘅 concept。係。咁佢話健康你又唔得嘅，佢病都做咗咁多嘢，公司有冇考慮會炒埋佢？呢個我提出嚟，公司或者遲啲我哋內部會。好啦。即係等佢交代。第二位就係呢位係唔好意思。姓徐。徐生。徐咩？徐少雄先，你係應該係獨立嘅。另外一位譚生，好似未喺個公告裏邊，佢新加㗎。譚。已經加咗嘅。咪呢個1月5號嘅公告有冇加？我睇唔到啊。唔好意思。呢個公告裏邊攞邊位？1月5號呢份公告。因為佢係最幾時㗎？ OK，即係話我又即係呢個公司啲嘢，我發覺有啲亂，所以我都要得澄清。